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2篇，阿摩司书第2章12节到第3章第8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第16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爱世人。过去几天我们谈论到先知阿摩司所提到的几个外邦国家，还有犹大国以及以色列国，因为他们都再三的犯罪，因此呢，先知就预言上帝必要赐下惩罚。这听起来是非常令人感到赞励，但是惩罚并不是上帝的目的。上帝的救恩是为了要救人，因为上帝爱世人。对于那些心里刚硬、不愿意跟随上帝的人，当然救恩就不适合他们，因为他们拒绝。阿摩司书告诉我们，但是你们勉强离俗人喝酒，不准先知传我的话，所以我要把你们压倒在地上，压得像满载五谷的车子咯吱咯吱的作响。就算是赛跑健将也逃不掉，大力士也要失去力量，军人连自己的命也难保，弓箭手站不住脚，跑得快的战士也无法逃命，骑士也不能逃生。在那一天，最勇敢的战士也要丢掉武器，仓皇逃命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虽然以色列人民时常违背上帝，但是他们却仍然被上帝的爱所爱。先知阿摩司又谈到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听上主告诉你们的话，这些话都是向你们全国人民讲的。上主曾经从埃及把你们领出来，他说，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中，我只选了你们，你们还犯了那么多的罪，正因为这缘故，我一定要惩罚。这样的提醒真的是爱之深，责之切。因为上帝赐下救恩给以色列人，又特别选他们为选民，但是以色列人却仍然背离上帝的道路，这才是真正被惩罚的原因。因为以色列人偏行己路，他们不愿意跟上帝同行，就与上帝的救恩呢越离越远。圣经又告诉我们，在阿摩司书，两个人不同意，他们会并肩走路吗？狮子没有发现猎物，它会在树林里面咆哮吗？少壮的狮子没有抓到东西，它会在洞里吼叫吗？如果捕鸟机没有饵，飞鸟会被捉住吗？没有东西碰捕鸟机，
他的弹簧会跳动吗？作战的警号一响，城里的居民会不害怕吗？若不是出于上主的旨意，灾祸会临到那城吗？也因此，上帝就设立先知，来传达他的旨意，向人民，让这些人民能够非常清楚明白上帝的话语。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以色列人不但耳背，违背上帝的旨意，他们还拒绝了上帝仆人先知之言。圣经说，至高的上主要采取行动的时候，一定把计划告诉他的仆人先知们。狮子咆哮的时候，谁不心惊胆战呢？至高的上主讲话的时候，谁不传达他的话呢？先知就如同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一样，他们受差遣出去，将上帝的救恩传给人，如同施洗约翰一样，在旷野宣扬悔改的福音，也如同约拿受派到尼尼微城去，预言上帝将会惩罚这一群无恶不作的尼尼微人。但是请记得，这个不是目的。上帝是透过先知所传递的警告，目的是要他们悔改。然后呢，上帝要将救恩赐给这一些恶人，因为上帝爱世人。这世人并不是限制给以色列人而已，或是选民而已，而是所有的人，他们只要愿意接受上帝救恩的人，如同尼尼微城的王以及所有的人民一样，也如同耶稣基督曾经举的泰尔、西顿，他们这些外邦国家的人民一样，他们一看见神迹就洒灰、痛哭、悔改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到第17节这样说道：上帝那么爱世人，甚至赐给他的独子，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。所以只要愿意悔改、回转向上帝的人，都能够得到救恩。上帝的爱就是这样的大，因为上帝不是看人的外表，他也不偏待人。只要愿意走在光明下的人，都是光明的人。圣经约翰福音这样说：光来到世上，世人因为自己的坏行为，不爱光而爱黑暗。他们被定罪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做坏事的都恨光，不接近光，因为怕他的坏行为被揭露出来。但是那依照真理做事的却接近光，好显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的。
盼望我们都是成为光明的人，走在光明之下，也成为照亮别人的人。诗篇82篇，上帝主持天庭的聚会，在诸神的会议中审判。他说：你们必须停止不公平的审判，你们不可再偏袒邪恶的人，为维护穷苦人和孤儿的权利，要以公道待贫寒无告的人，要拯救穷苦贫寒的人，使他们免受恶徒的欺凌。你们竟那么无知，那么愚昧！你们生活在黑暗中，正义从世上消失了。我说过，你们是神，你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然而，你们要跟世人一样的死去，你们要像王子一样的倒闭。上帝啊，求你起来审判这世界，因为万国都属于你。感谢上帝将救恩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得到救恩，成为你的仆人，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世界的光，使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因为我们而得到亮光。感谢祷告，奉主圣名，阿们。